新北市的消息，新北市有2个查甫人伫道路边冤家兼相拍，依照警方一个调查，因的查某囝因为伫学校结一寡鸟鼠啊冤，伫补习班下课了后呢，2个人佫拄着，就咧去冤家，其中一个老爸用这个安全帽就卡对方，双方就开始相拍，惊发现了后才和解。2骑奥多拜人伫大路边一句来一句去，想要到愈讲火气愈大，安全帽佫摕出来喊，连边奥多拜拢倒去，边骑奥多拜的人赶紧将车刷走，一直到警方到现场，气氛才有较回。让他去，你先陪他去医院哦。就算已经受伤啊，上救护车进前，佫一直呛声。另外一个骑奥多拜人是伤势较轻，无送去病院。附近做生意人当作佫是行车的纠纷，想要到是因为查某囝伫冤家，代志发生伫新北市的邦桥。依照警方调查，双方查某囝是共班的同学，伫学校的时，敢若有淡薄仔鸟鼠啊冤，家长爱女心切，到补习班下课时拄着就相拍，双方的头拢有着伤。当时这名家长就是坐在机车上，一看到另一名家长出现，双方就立刻大打出手。无好啊沟通，当囡仔面伫冤家兼相拍，惊发现了后才愿意和解。早若知安尼，何必当初？我是吴依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